台湾台语路协会是带囡仔用耍的方式，无论是爬树啊，也是讲这比小吹，互囡仔人会当伫大自然的环境内底，甲台语运用伫个生活当中。囡仔画群比赛，看啥人较厉害，可利用竹仔 DIY 家己做竹枪甲竹剑。囡仔用耍的方式，自然讲台语、学台语。囡仔拢讲歇热伫遮闭店厝内，搁较趣味。伫个遮较好耍，为什么？因为会使交着朋友。交着朋友啊，可以再学着台语啊。会使做刀嘛，会使做琴。回家我就会使耍的啊。暑假就惊济学生囡仔踮咧厝内沉迷3C 产品。台语路协会今年暑假伫新竹联巴达大自然学校举办3天2夜夏令营活动，是伫囡仔踮学校内底米小吹、耍救兵游戏，鼓励囡仔咧耍的时自然讲台语。自由，互因家己耍，为了耍迄个剑条啊，耍救兵的游戏，啊，为了是耍迄个家己 DIY 哈，做刀做剑，利用这个机会哈，咱会当来发展迄个游戏。为什么？因为即摆囡仔咧耍这手机啊，有无吼？其实愈来愈严重。啊，囡仔拢算讲伊的经验吼，拢限制掉的。哇，互囡仔耍足侪过去，迄个古早时代台湾囡仔做的吼，耍土啦、起火啦、抾茶啦，吼，啊，搁有伫个啦大场的游戏啊，吼，会使自由的用因家己的母语，啊，足自在，伫遮耍嘿。对因来讲，毋是咧学台语，因就是用台语咧生活。文化部的培育台语家庭计划，鼓励大家伫生活当中讲母语。这届活动也有参加课点活动，夏令营透过上自然的方式，伫游戏当中甲囡仔互动讲台语，甲台语真正落实应用生活当中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